港建院政有是甲民间的车厂合作，研发出一套系统，透过电脑的自我学习，会当根据着乌多摆驾驶的体重、甲骑车的习惯，来断定讲电池抑阁会当骑偌远。电门吹落去，电动机车的链仔摇甲真紧开。不过，若骑过电动机车的人，应该常常爱烦恼，唔知影剩的电量又阁通好骑偌远。即摆透过 AI 技术，会使根据每一个人骑车的惯势，自动记忆学习，互驾驶知影讲到底会使阁骑偌远。之前在骑电动车的时候，常常会因为看到电池的格数越来越少，就会很慌，就想要赶快去换电池。但是有时候呢，其实去换完电池之后，发现其实电池的格数其实还蛮多的。电动机车的使用者，大概看到电量小于40-50%的时候，就会急着想要换一颗新的电池。那也会造成40-50%以下的电量，大部分都是没有被使用到，其实会造成一种浪费。这套系统上特别的功能，是针对目前驾驶的体重、骑车的惯势甲路况，第一时间来分析数据，参考范围在5%以内。可以把传统的电量百分比的方式预估出真实可用的电容量。然后再结合使用时候的这些电池的耗电模式，还有里程资讯，那我们就可以直接给消费者，给骑乘者这个精确的剩余里程预估。根据经济部统计，最近这几年台湾电动机车的数量愈来愈多，这套系统未来会使予使用者唔免搁再烦恼骑甲无电，解决为着唔知影电池搁会使使用偌久造成的问题。记者赵君和新竹报道。